大家好，自從上集2分鐘踢爆假防水公司推出之後，大家反應熱烈，就連東張西望都有報假公司事件。我哋咧都發現有好多留言，原來都好多人中過招，仲叫小編再踢爆多啲假防水公司。有見及此啦，今集我哋就會教大家用政府一站通去查下無限公司到底有冇註冊啦，希望大家唔好中伏噶。首先咧，去 Google 啦，申索商業登記冊內嘅資料咧，就去到政府一站通網頁，入到以上呢個版面之後咧，就按綠色掣，就會見到呢頁，按開始使用服務，就會去到收集個人資料聲明，去低少少按同意，再去到下一頁選擇查詢商業登記號碼，再按繼續。然之後大家只要喺呢一個版面輸入公司全名就可以去查證，可以知道間無限公司到底有冇註冊。我哋係 Google 揾咗3間所謂公司，用實際例子試俾大家睇下，一間比一間精彩。第一間公司我哋喺 Facebook 上面發現就係話油浸嘢就防水啦。我哋就翻去政府一站通，輸入翻公司全名，地區就輸入全部地區，然後就見到冇相符記錄，即係假公司。第二間公司咧就話自己係一間於2000年成立嘅香港防水工程公司，仲有好多唔同嘅成功案例，又話 IFC 都係佢哋做防水。我哋就翻去政府一站通，輸入翻公司全名，然後就會見到咧冇相符記錄，即係假公司。而第三間公司咧就話自己係商認證嘅防水公司，有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，成立於2012年，仲完成咗1200單防水項目。我哋又翻去政府一站通，輸入公司全名、地區，繼續輸入全部地區，然之後見到冇相符記錄，即係又係假公司。佢聲稱自己有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，我哋就去屋宇署個網再查一查，就顯示為揾唔到項目，即係冇註冊記錄，即係再次確定為假公司。市面真係充滿咗假公司嘅。小編一連2集教大家點用政府一站通同公司註冊處去查探公司真偽。市場上充斥住大量假公司同虛假聲明嘅公司，如果自己唔小心查證，損失嘅就只有自己。記住揾人做工程之前要先查清楚啊！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片，請 follow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 Facebook 專頁，下次見。